关心外交的消息，来看买车票的新闻。虽然讲二级的警戒也未降级，不过9月份中秋连假的抢票大战已经开始啊！为今日透早开始，代替高铁同时卖中秋的车票，到早起9点为止，罗南尖峰时段拢已经卖了去啊！收价日900这个车票，热门时段嘛，同款卖了了。离峰时段要有淡薄啊，这个车位会使去抢。这个加上疫情期间，这个运量降到7成，敢有可能搁开放？代替讲一切都要依照指挥中心的决定。半暝11点一个开始，这时袂使困，为了1个月后中秋连假有车票等去故乡，真侪人伫网络抢高铁票，结果呢，拢无法度入去。高铁讲这毋是故障，是系统伤侪人伫用。为今日透早一直卖到8点半，已经卖出将近20万张。罗南江北热门时段差不多拢卖了去啊。今天晚上11点45进去等，一直等，后来秒杀啊，进去也没有用，都买不到啊，全部都是断的啊。规大台代替的车票，拢是昨暝买，真无简单抢到的。伊讲厝内有4个人要帮球等去花莲玉里过中秋，结果无度买到直达车票，敢会使分段买，一段接一段，一个人都要4张车票，才都顺利等去故乡。台铁局也即将在8月21日的0点开放东部干线的6个班次实名制车票预订，尚未订到车票的旅客欢迎多加利用。代替抢票情形嘛是同款，今日透早卖到早起9点，卖出136174张。东部干线台北到台东9月17，连假前一天早起10点到下晡5点。自强号的票拢卖了去啊！连假最后一天，台东到台北为早起7点过后嘛同款。西部干线为17，连假前一天罗南，甲收假日上北的热门时段嘛拢卖了去啊！不过二级的警戒，敢若限制7成的运量，8月23过后，敢有机会搁降级，和这个双铁运量搁放较快咧。代理表示讲，一切依照指挥中心的规划，这嘛影响到民众转去故乡的计划。